錦繡花園近排咧就嘅成交咧就各式都有啦，咩戶型都有嘅。咁亦都有一間咧係屬於短炒嘅個案，亦都係獲利嘅喎。咁而家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呢啲成交。身後依間1150型，實用面積891尺，叫價業主980萬，成交價928萬。身後面依間1150型，實用面積891尺，近商場，花園有個門口可以開到出去。背大路，十分之方便，賣咗900萬。我身後嘅1003B 型都比較近商場，亦都近閘口，原叫價880萬，賣咗855萬。身後面我嘅左手邊嘅一間1005型3層屋，實用面積1245尺，屬於前大花園，有獨立門口，有電閘門樓，曾經最平嘅一間1005型。原業主叫價1250萬，賣咗1200萬。我身後面嘅依間1003B 型，實用面積902尺，附帶咗一個深花園，單邊位置。原業主1988年買入67萬幾嘅啫，啱啱賣咗838萬。近排錦繡花園呢隻成交咧真係比較多啲，咁而最出色嘅成交咧，我就覺得係我身後邊呢一間。近市嘅1050型，1分鐘可以出到去麥當勞食個早餐。前面大花園，實用面積1035尺。依間屋5個月前，業主經過主力嘅推介1048萬跟我買入咗，本身係作為自用嘅，咁但係計劃有變，而家咧就變咗一個短線投資。5個月後嘅今日，賣出咗1248萬，帳面賺咗200萬。我身後嘅依間1050型，近商場。不過佢前面呢一度係泊唔到車嘅，係屬於後大花園，實用面積1035尺，跟住一個1172尺嘅花園，真係好方便嘅出商場，1分鐘。啱啱賣出咗，原叫價1200萬，而家1150萬賣咗啦，剛剛嘅成交。